情緒教室、夢中的鋼琴比賽。小貓咪細個就中意彈琴，佢每日放學都堅持練習，夢想有一日可以企喺舞台上面表演。呢次嘅森林音樂比賽，佢終於都報名參加。佢揀咗一首自己好中意嘅歌，練咗足足1個月，連朋友都話咪咪一定會攞到第一名㗎。比賽當日，佢着上好靚嘅裙，坐咗喺鋼琴面前，手指輕巧咁跳動。佢彈嘅歌幾乎完美，但係結果出嚟，佢冇攞獎。咪咪呆咗一呆，隻眼好紅，心裏邊好似好難受咁。係咪我唔夠好呢？係咪我冇天分呢？返到屋企，佢將個琴蓋上咗，咩都唔做。媽媽睇到好失望，就坐喺隔籬就話：咪咪，你難過係因為你在乎，呢個唔係失敗，係你成長嘅一部分。咪咪細細聲就話：但係我真係好努力啦。媽媽就點點頭，努力過就已經好叻。而且你彈琴係為咗得獎，定係因為你中意？咪咪靜靜咁諗咗一諗，就話：我中意彈琴嘅感覺，因為我中意俾人聽到音樂而笑出嚟。媽媽微笑就話：咁你繼續彈啦，等音樂帶你走更遠嘅路。隔咗一日，咪咪重新打開琴蓋，彈翻嗰首歌。雖然冇攞獎，但係佢嘅音樂仍然溫暖咗佢成個家。咪咪明白到，其實失望只係暫時嘅，但係中意做嘅嘢會陪伴住佢，一直咁樣走落去。